2025年5月20號，人人流浪狗澳門義工團接收咗一隻因家庭棄養嘅老年貴婦犬，14歲嘅 BB。原事主透過網絡向本團求助，表示屋企照顧 BB 多年嘅工人姐姐已經辭職返鄉，加上屋企人工作繁忙，無暇照顧，屋企仲飼養咗雪貂同烏龜，壓力漸大之下選擇放棄 BB。本團經評估之後決定接手，因為佢已經無路可退。當 BB 嚟到犬舍嘅時候，情況令人痛心，皮膚有腫塊，嚴重脫毛，指甲過長而彎曲，雙眼白內障，明明係家庭嘅一員，卻變得如此落魄無助。毛孩係家庭一份子，唔應該中途被放棄。雖然原事主提供咗部分醫療檢查及疫苗費用合共2720，但係本團強調，經濟補償無法抵消棄養行為嘅傷害。毛孩既為家庭一員，應以終老為責任，而非中途棄之不顧。如果你願意幫助 BB， 可以支持我哋嘅助養計劃。犬舍入邊仲有好多毛孩，一樣需要你嘅關注同支持。